坐晒嗰張台，個個都有份攞獎，咁叫我坐嗰張台做咩㗎喺度？我嘅電話號碼係我的電話號碼是這個13701。我屋企嘅電話咧係琴日發生咗好多突發事件咧，搞到我真係冇辦法準時去到呢個香港電影導演會嘅春茗暨2026年嘅頒獎典禮嘅，咁啊錯過咗好幾個頒獎。我哋公司本來都有張台喺度添，我都辭咗去。就係我哋喺國內開設嘅電影公司，叫做江蘇明微笑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，啱啱就拍完一部院線電影嘅，係多謝呢個大會嘅鳴謝啦。錯過咗幾個獎項嘅頒獎啦，再見 UFO 嘅韋斯亞攞咗最佳女配角，同埋風林火山嘅杜德偉係攞咗最佳男配角嘅。咁亦錯過咗呢個最佳新演員鄧滔，佢演嘅戲係《女孩不平凡》，亦錯過咗呢個舒淇獲得呢個最佳新晉導演。喺佢哋身上我學到好多嘢，包括點樣引導演員同演員溝通，同幕後嘅主創嘅班底點樣緊密地去營造一啲個戲需要嘅嘢。所以我好開心，我好感恩，我見證到呢幾位導演喺香港電影新浪潮，佢哋拍出一部又一部嘅好電影。咁另外我當然要多謝同我合作過嘅台前幕後班底啦，包括好幾位已經離開咗我哋嘅，好似梅艷芳啦、張國榮啦，美術指導余家安、朴若木，編劇邱剛健、楊志森等等。喺呢度我必然我要再一次感謝城市大學，因為我已經教咗幾年啦，城市大學教編劇同埋導演，我覺得我得到一個好好嘅機會，同一啲年輕嘅朋友互相溝通分享。我喺佢哋嘅思維裏面得到好多好多嘅啟發咁我好開心，呢個起碼都係電影嘅一個傳承啦好，多謝導演俾呢個咁大嘅榮譽俾我。Thank you，我哋一齊。多謝胡軍。大家好。非常感謝香港電影導演會能夠邀請我來頒這個獎。然後我們今年1月份，中國電影導演協會跟香港電影導演會，還有台灣電影導演會，我們剛剛在廣州舉辦了研討會，歡聚一堂。今天又能看到我們香港的電影同行，特別開心。那也特別是沒有想到，還看到了這麼多優秀的我喜歡的香港演員。我特別想跟香港演員合作。我的電話號碼是這個13701。好，我們現在看獲獎者，我的偶像。香港電影導演會2025年年度最佳男主角梁家輝先生。我哋睇睇得獎片段。我講出嚟都唔明。咁我話俾你聽，你哋應該怕咩啊？亦都唔知應該多謝邊個，唯有多謝香港導演會。多謝所有喺香港同我合作過嘅香港導演。我腦海中已經係有好多好多人要多謝。唔係其實我真係好多謝香港導演電影協會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我有個香港演員，其
其實冇咗我合作過嘅呢一班導演，或者冇後繼嘅新晉導演又好，或者未合作過嘅導演都好，我就唔記得咗我自己電話號碼，因為我從來未試過打俾自己。我屋企嘅電話咧係每個都用淨係記得屋企電話嘅。但係希望咧，即係所有無論係舊又好、新又好嘅香港導演都好啦，都記住下呢啲已經上年紀嘅演員，因為我哋應該仲得嘅。我哋成日有一個期望，尤其是今年好流行嘅一句口號，就係傳承。傳承，無論我係一個少年得志嘅，正如吳君如講，或者大器晚成嘅人都好，其實我大戲嚟緊嘅，但係我希望咧，將我嘅少年得志同我嘅大器晚成能夠一路傳承落去，嚟美滿我哋嘅香港電影。多謝。Thank you， 恭喜晒，謝謝導演，領導喺上面。多謝大家，真係冇諗過好意外，喺寶瑞嘅導演嘅手上可以攞到一個咁珍貴嘅獎項。好多謝香港電影導演會俾我哋呢一套動畫電影一個咁重要嘅鼓勵。我代表 Tommy 吳啟中導演，多謝大家繼續支持我哋。大家好，可唔可以大家用睇演唱會嗰個掌聲去俾我？係啊，我好緊張，我唔知點解做雙頒獎就好緊張。記得上次出席導演會呢個咁大嘅盛典已經係2年前嘅事，咁當時導演會亦都頒咗最佳女主角俾我。你哋真係唔知道，當時導演會頒呢個獎俾我嘅鼓勵有幾大，同埋呢個肯定對我嚟講有幾重要。多謝導演會，今日導演會再一次邀請我嚟，我好多謝，總之多謝啦。咁我唔講咁多啦，我要頒嘅咧就係最佳女主角，我都好想將我2年前呢一份嘅喜悅同埋祝福送俾呢一屆嘅最佳女主角。香港電影導演，我唔記得咗，我嘅電話號碼係，不過我好早瞓嘅。如果劇本揾我助手，或者揾安樂嘅 Ivy 都得嘅。香港電影導演會2025年度最佳女主角，像我這樣的愛情廖子妤。你阿媽同你講？恭喜晒！我哋合個照啊！你哋緊急呼叫，好多謝香港電影導演會頒呢個獎俾我。我等等先，我今次唔可以再多謝劉人啦。我首先要多謝英皇電影，我要多謝楊秀成博士。多謝文創產業處、香港電影發展基金，要多謝我哋嘅監製管小姐關菊鵬。
導演，仲有最緊要係揀我嘅。其實我睇唔到你，譚慧晶小天導演，多謝你相信我可以做到呢個角色。我要多謝攝影師波仔，我要多謝我嘅拍檔陳家樂，同你做戲，我覺得我哋玩得好開心，多謝你，同埋我同你都好多時候對自己冇信心，但係我對你有信心，多謝你都對我有信心。我要多謝在我這樣的愛情，我哋嘅台前幕後，同埋我哋做 research 嘅時候係接受我哋訪問嘅老馬朋友，多謝佢哋係無私嘅分享，願意係解答我所有嘅問題，願意係俾佢哋嘅真心我。我要多謝我屋企人，同埋多謝我嘅男朋友小爺，唔知我要多謝我嘅公司。我嘅老闆古天樂先生，多謝 One Cool Jamcast， 多謝老闆 Miranda 同埋 Hana， 多謝你哋當年簽我翻嚟香港，多謝我哋每一個經理人仲有多謝 Winnie 應承過我好多年前軍妹嘅時候入圍，佢話如果他日我有一日可以攞最佳女主角，佢就戒煙。我真係好開心，我可以喺香港做電影。我永遠記得我第一 ，sorry Sammy， 我講緊我永遠記得我第一次喺香港拍戲。我要多謝泰迪羅賓先生，多謝黃日平先生，多謝何康導演，多謝你哋揀我。我好記得我第一日喺香港開工嘅情景係西環，鏡頭一拍埋嚟，我就覺得哇！我喺香港拍戲啊！我覺得呢個感覺實在太神奇啦！因為我第一次嚟香港嘅時候，我每一個街道我都會諗起一啲電影，例如我去到通利琴行附近，我就諗起 PTU； 我去到海港城，我可能會諗起華仔攞住 I need you 嗰個，跟住好多唔同地方，跟住我自己嘅足跡，我拍嘅電影都令到我對香港有好多唔同特別嘅回憶。我要多謝香港突然間我諗起一個人，我要好多謝阿炳，我要多謝梁仲恒先生。喺我拍之前，多謝你俾我問你嘅意見，你都總之我同你攞意見，我好多謝你，多謝大家，同埋譚志賢你好叻女啊，你做主持啊，sorry我講太多，多謝大家。我要先說我的廣東話太差了，所以我還是用普通話頒獎。我看今天每個人上台基本上都要給電話號碼。那我其實有 Instagram 也有 Facebook， 而且我現在住在香港，所以想要找我拍電影的話，其實可以 Facebook 我，也可以 Instagram 我。然後另外一個我要說的就是其實很榮幸，就是香港的導演會就是邀請我來頒獎，因為我覺得我這一代的電影人，這一代的電影導演，其實香港電影給了我們很多養分，所以我真的很謝謝所有的香港電影創作者，謝謝你們。2026香港電影導演會最佳導演 ，Oh my God！ 再見 UFO Patrick， 再見。我哋影張相啦。我諗在座我諗大半人都可能唔識我。我其實係老鬼嚟嘅，我係上個禮拜先有影評人同我講，我話提我啊，我係做咗導演30年啦已經。入行唔止啦，入行應該46年啦。喺度好多謝再見 UFO 嘅監製前咗嘅師姐，
係老同學嚟㗎啦。咁就佢俾我睇個劇本，咁咧就我覺得哇，你咁都夠膽死，咁都敢拍，因為裏邊呢個戲其實冇乜好重要嘅商業元素，好強嘅商業元素。都係講緊香港人每一個香港人平民小市民嘅成長同埋內心，係真正屬於香港人嘅電影。咁佢咁夠膽，好啦，我就拍。其實有啲瘋狂嘅。大家如果見到一啲瘋狂嘅監製嘅話咧，唔怕嘅，只要佢係一個好人，只要佢係做嘢瘋狂就得㗎啦。咁係啦。咁呢度我仲要多謝係導演會，因為係導演同業俾我嘅獎勵，呢個係最寶貴。喺呢度亦都多謝一路帶我出嚟嘅吳宇森導演。我係由實習做場記，第二副導演，第一副導演，跟住做編劇，跟住做策劃，跟住做第二組導演，都喺吳宇森導演裏邊嘅 project 嘅項目裏邊成長嘅。咁喺我重影46年嘅裏邊，我諗佢佔咗我20年。睇佢，我學到好多嘢。佢係一個好熱愛電影嘅導演。多謝你嘅吳宇森導演，多謝各位俾我嘅支持。好啦，不如咁講啦。我喺今年年初咧到而家為止咧，我應該講緊一生人最多講嘅嘢㗎，因為要宣傳《尋秦記》，我未試過講咁多嘢。咁我哋頭先我都想講上台要講咁多嘢㗎。我第一次咩嘢一定要話俾大家聽我電話號碼係咩啦？我會做呢樣嘢 ，OK？ 大家一定要揾我 ，OK？ 第二次最佳電影。好，香港電影導演會2025年度最佳電影係坐晒嗰張台，個個都有份攞獎，咁叫我坐嗰張台做咩㗎喺度？係啦，你估係邊度？5個字，有冇英文咪講埋答案俾你聽。再見 UFO。緊急呼叫！我要嚟啊！地球啊！請台前幕後一齊上台啊！請台前幕後一齊上台啊！我哋一齊合個照先。好，你好啊！叫埋先，嚟請。但我想請張國明導演，佢有份演出㗎。杜德偉，你係咪做緊訪問啊？你上唔上到嚟啊？仲有朱柏康，你影個相先係嘛？仲有我哋主題曲華富1號嘅主唱黃淑曼，唔該。仲有嚟緊。
團隊啦，仲有一啲冇唔喺度嘅演員啦，同埋投資我哋呢部電影嘅袁先生同埋黃德惠女士啦，我哋發行高登線嘅曾小姐啦。我今日最開心係因為梁柏堅攞咗獎，喺我心目中係一個最佳導演好耐。係啊，我好無恥啊，因為我哋其實前2日開畫咧唔算十分好啦，咁我就有個電影博主咧就喺 Facebook 同我講話，即係想好多人入嚟支持 UFO 之餘，佢提醒我，佢話有個韓國導演為咗想佢哋嘅票房逆轉咧，就公開話要整容同埋改名，咁我就馬上同梁柏堅講，我諗你要整容啦，話俾人知。咁啊，我當然好清楚應該要整容嗰係我自己啦。咁但係好好因為我諗呢幾年啦，即係香港電影困難已經係常態啦。咁有好多人話 Amy 你都唔去嗌Mayday 啦。咁我其實嗌咗好耐嘅，所以我希望大家都真係支持呢部唔容易可以上到畫嘅電影。雖然咁難，但係今日又上到畫，我要多謝我每一個團隊啦。咁同埋希望觀眾真係入去支持。但係最開心今日，因為導演會俾咗呢一個即係獎我哋啦，無論導演同埋演員又獎我哋嘅電影啦，咁令到我哋即係可以真係大大聲話俾全宇宙嘅人知，其實再見 UFO 係一部好嘅電影，希望大家可以入場支持。雖然因為咁我唔可以變靚啲啦，咁但係我希望我哋嘅票房可以變靚啲啦。咁最後咧就係因為我哋成日都會講話，希望好電影有好報。我希望呢個唔係只係一個口號，或者大家即係成日都會只擺喺嘴裏邊嘅口頭禪。希望佢唔止係一個幻想或者希望，而係能夠成真。希望大家支持我哋呢部電影，同埋我真係好多謝、好愛我哋一班演員同埋我團隊，多謝大家。恭喜晒咁多位 ，thank you。好，開飯。我哋影埋張相先，影埋張相。影相先。係啦。